5月10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好有夢想，好有目標，個性開朗，好有魅力，係一個非常之自信嘅人。處事果斷，有執行力，係一個大格局嘅領導者。唔熟你嘅人咧，可能會覺得你有啲自大嘅，因為你同人相處嘅時候咧，缺乏咗一份關心啊。喺感情方面，易心動，有少少戀愛腦。如果你呢段感情有人反對，又或者對方唔理你嘅話咧，可能會更加燃燒你自己嘅鬥志，更加向前爭取嘅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穩定翻少少嘅。性格方面咧，你熱情大膽，中意刺激。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有高層特質嘅你，非常之有魄力，好適合創業。同埋咧，你可以將個目標定高少少，你嘅發揮會更加大。因為你唔係好怕困難，會勇往直前。錢嗰方面咧，你都旺財嘅，唔係好愁錢，但係咧就唔係好儲錢。你適合投資多啲，你有投資嘅才華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太過自我，亦都過分自信。你認為一樣嘢啱嘅話咧，永遠都應該係咁嘅。有自信係好嘅，但係呢一種特質，無論對對方或者一件事嚟講咧，都少咗份尊重同埋真正嘅理解。可能開放少少嘅態度去睇一件事或者一個人，open少少，打開心窗嘅話咧，先睇到人同埋事嘅真正一面㗎。